男生需唔需要做 HPV 檢測？大多數嘅男生咧知道 HPV 咧都係從女生打9價疫苗開始了解嘅，唔知道男生亦都會感染 HPV 嘅，更加唔知道男生嘅 HPV 咧可以自我檢測。當我哋身體上出現咗一啲疑似 HPV 嘅症狀，比如身上出現咗扁平疣、絲狀疣、尖銳濕疣、私處痕癢疼痛等等呢個情況咧，建議咧都係做一個 HPV 嘅檢測。但係好多人咧冇意思去醫院做檢測咧，從而耽誤咗病情。HPV 自測盒佢係可以居家採樣，24小時之內咧寄樣送檢，12小時之內咧就出檢測嘅報告。使用嘅方法咧亦都好簡單，首先咧先洗乾淨雙手，打開包裝，攞出呢個採樣嘅試紙，取低保護套，採樣試紙咧旋轉5到6圈，然後咧喺你嗰個寶貝頭部咧進行充分嘅摩擦，最後咧打開保存液嘅呢個瓶蓋，將呢個採樣頭咧放入瓶入邊，然後咧從根部截斷，擰緊呢個瓶蓋，搖晃5-6下之後咧就可以啦。HPV 咧唔係女生嘅專屬，感染 HPV 咧亦都唔代表有不潔嘅性行為，特別係免疫力低下嘅人咧係更加容易感染。男生感染咗 HPV 之後咧會出現各種嘅疣或者咧口腔癌等等，所以咧 HPV 都仲係值得所有男生引起注意嘅。